你说进那个技术犯规，因为他是学弟嘛，然后他进球的时候，他高运他还不错，感觉他的身材条件他还不错，然后他进球后，他可能现在因为他自己抓那么多篮板，然后怒吼嘛，然后当然他也有在稍微就有点在看我，然后就给他上课一下。就是后面那个技术犯规，我觉得他也没有故意啊。我觉得，因为我们那时候其实就是给打太嗨，就在那边玩，然后在那边聊天这样，然后可能在玩，然后刚好这些动作被裁判看到，所以裁判就刚好警告他一下，他以为他在挑衅。就是我觉得小朋友都带着很大的压力来这个比赛，好像没有办法忘掉去年也是第2名这个角色。那没有办法正常发挥，我觉得可能在我这个调整这个部分没有办法让他们放掉这个压力，好好的去享受这场比赛。那小朋友他们都很尽力在就是迎战这些比赛。今天虽然小小有些失误，但是我觉得整体表现我还算很好。谢谢。好，谢谢先。4强那场比赛，第1场调整的不好，整体状况不是很好，然后第2场刚刚算感觉有机会这样子，只是到最后还是不够稳定，所以最后还是把胜利让给别人这样。我觉得有太多的人机，本来可以处理好的，就有一些突然想就弄掉，很多很可惜，本来这场可以拿下来，放不开。我觉得大家的专注度不够，就是太容易会想放弃。就是其实我从12场到现在，就是都有这个问题，就是很多小细节我都没有做好，所以就会失误，就变成说我们可以去赢下来的胜利，但是我们却输，对，就因为自己。然后就专注不够，所以才这样。